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3月3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北宝林地设食物中毒的案件，高达通报21例，其中2个人死亡，6个人住院。卫福部公布死亡和重症的这8例检验米加菌酸拢是阳性，不过伫鸡仔、七号蛋、在来米粉这寡食材却拢无验到。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会继续来检验，找出毒素源头。8例较重症的个案呢，包括有2例死亡、5例还住在加护病房，以及1例住在一般病房的个案呢，通通检验都是米酵菌酸阳性。29暗时搁开记者会，卫福部公布检验结果，2个死者甲住院6例拢对米加菌酸出现阳性反应。宝林地设食品中毒案件爆发到即马，全台通报21例死亡2例，年岁为10岁到66岁拢有，当前5例也伫加护病房。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即马主要分做人甲物2方面来检验。第一个就是他抽的这个果条。还有就是它的香兰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再来米粉，这3样那都是阴性。大阪城这家所谓的果条的供应商，那我们也抽了16件，那这个果条的检体那也都是阴性。因为宝林保单失效，恐惊影响消费者权益。台北市府已经确认，宝林事件伫远东百货的保单理赔范围内，而且也都有诉讼。法务局会协助受害者甲家属进行团体诉讼。这张保单的额度有数亿元，所以相信应该是可以 cover 这一次的大部分的损害。宝林地设负责人李凤山伫事件爆发了后，第一摆面对镜头叫强会室内，透过律师表示，希望早日调查清楚真相，进一步处理后续赔偿。台湾超过7天的姓吴投资师讲，台湾期间正常煮有啥物就煮啥物，无另外加料，叫会透过头家统一采买。检方第一摆传唤案发期间，休困出国的姓周的投资师到北检来强词比对。负责人李凤山甲姓王店长伫复审了后，无报撤回，限制出境出海。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设食物中毒的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这是咱台湾头一届出现米加菌酸这款毒素。若入去体内，会害细胞无法度运作，致使肝衰竭或者是酸中毒，落尾死亡。有医师就提醒讲，伫咱台湾的环境是真湿真热，一定爱甲食食保存好势。若准发假，上好是莫食。宝林地设中毒事件夺走2条人命，卫福部指出，伫死者身躯验到台湾头一个米加菌酸，所讲的米加菌酸进入咱人的体内，会互身躯所有的细胞失去能量，无法度运作。患者可能会严重肝脏衰竭、代谢性酸中毒，甲因为无法度代谢，所以脑、心、甲肌肉规身躯失灵，上严重伫破病26点钟内死亡。有国内医师示警，那做米加菌酸害病，未来可能会伫台湾流行。以后食品的保存，那种水分高的淀粉类，一定要赶快呢放到冰箱里面，4度C 以下，赶快去做冷藏。医师表示，米加菌酸可以伫22至33度的温度大量生产，因为米加菌酸无臭无味，无法度为食品外观认出来，就连洗过、煮过也无法度破坏。上好的方式就是预防，莫食长期放伫不同环境中淀粉发酵的食品。那做米加菌酸万一伫台湾流行，未来安怎做好食品的保存，安怎阻止米加菌酸扩散是重要课题。米酵菌酸的部分的话，那个我们目前的话预计裁减这个相关的这些的标准品的部分，那未来的话会配合中央的公告的检验方法的话，我们会做检验。这个菌种呢，就是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而没有扩散到我们的植物、我们的食物链、我们的生态里面。为了追查宝林地设中毒案的原因，本来卫福部要为国外订买米加菌酸标准品，不过要到后礼拜才会到货。接来是由中华基督教病院免费紧急提供独家标准品，才互检验结果会当提早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小接爆出食案风波，伫新竹县一间咖喱店有8人客食歹腹肚，找无原因。卫生局去稽查，发现店家环境和设备拢有问题，要求限期改善。
本周将倒步来回一直七，门头前挂广告，讲4月初日进前全面停业清销。新德县德北的这间咖喱店是刚入食安风波。网友伫面册发文讲，最近去这间店食饭了后，是出现一直流的镜头。业者嘛证实讲，最近有接到8个人反映讲，真正是闹袂停。虽然还未查明原因，但店家承诺退钱嘛负担因的医药费。目前统计的真的还看不太出来，唯一共通点是鸡汤，对，但其他餐点就是每一位都有点。当地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稽查，甲牛肉这食材炸等来检验，现场嘛发现店家环境设备有真侪项缺失，这令前限期改善，目上悬会当罚到2亿。包括现场未提具员工健检资料，无有效之病媒防侵措施，以及冰箱内部、炉台、砧板、工作柜未保持整洁。是咱风波一个接一个出来，毛民众发文讲，顶礼拜休困的时阵，伫新竹假日的市啊，甲大商买7杯脆冰汁，几下做伙大是无做伙大的亲友啉落了后，过2天拢出现规身躯酸痛无力、吐含胃痛这镜头。去看医生嘛，确认讲毋是感冒，敢是脆冰汁出问题。新竹市卫生局讲，因目前已经派人去店家来稽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做回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台北市统计，去年还未满18岁，无驾照违规的有1800多人。市府打算未来要连带处罚车主或者是家长来减少违规的状况。再来看自由时报，韩国的广告商台湾分公司的业务涉嫌甲诈骗集团勾结，伫网络放诈骗广告，警方查到上百人，甲人骗2亿5000万，有一个负责人就互骗走4000万的黄金。再来看《中国时报》，高雄一间冷冻海产的公司电火钱一年凶减400万度，台电和警方去查，才发现业者是去变电箱啊偷接电，拢总减入2700万的电火钱。过来4月就要起电火钱啊！立法院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都提案要动。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强调讲，立法院伫2015年都已经通过，这电钱甲要起价是互电钱审议委员会来决议，呼吁南北两党就要务好清楚。国内电价会为4月起价，引起社会各界讨论。互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拢提案动起电价，要伫立到院会闯关。南北立委指出，即马各项拢起，执政党应该体谅民众，优先讨论能源政策。提出动涨电价以及修改电业法，绝对是苦民所苦，刚好而已。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调整错误的能源政策，以免台电持续的亏损以及缺电的危机看不到尽头。在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上，我们的确是选择了跟中国国民党合作。电价的调整是不是要具有民主的可监控性？那这件事情，我相信相关的法案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交换意见。不过，对南亚党团总调卜君奇提出的电业法第49条修正草案，要求以后要起电价，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后才会当实施。民众党团有关有所保留，面对在野攻势，民进党团采取加急动员应用，佮邀请经济部处长陈文生出席党团会议，说明调起方案。怎么看今天国民党他们要提电价冻涨？昨天已经回答过了，4月1号就公告了嘛，我们交互协商啊。你现在不可能，你说在立法院可以，你自己订定的公式，你自己通过电业法，你自己叫停啊。人家都是依法行事的。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强调，立法院2015年就通过电价审议，要由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决议，呼吁南北党团应该了解规范，佮表示会伫院会中提出异议，将提案救落来，交予调解协商进入1个月的冷冻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巴黎奥运7月就要起稿啊！法国即阵是真要紧要准备，不过政府煞开始甲家友、甲非法移民赶去巴黎以外城市，这款做法也引起地方政府批评。
巴黎重要地标之一的埃菲尔铁塔，伫7月底到9月初的奥运甲帕运期间，虽然无法度做奥运盛会地点，不过也是准备迎接全球观光客甲观众的眼光。同一时间，伫巴黎南部郊区塞纳河边的维特里，一栋无得用的老旧公寓，为天棚壁甲涂骹楼梯四界拢看会出来旧凹旧臭，不过煞大阵为非洲甲中东期的非法移民。根据欧盟的统计，2023年都有超过100万非法移民，寻求欧盟各国予因庇护。今年法国差不多16万7千人排第2。不过2024巴黎奥运甲帕运伫要到啊，巴黎市甲周围地区为了迎接奥运相关比赛甲活动，由中央下令警方一面清除桥骹开放空间加有甲非法移民搭建的天道甲临时住所，一面甲巴黎地区遮的人迁徙去法国其他的城镇。Alors clairement, depuis l'arrivée des Jeux Olympiques, il y a un éloignement d'Île-de-France, un nettoyage social pour préparer pour l'arrivée de tous les touristes et des Jeux. 对法国政府逼迁的做法，非洲来希望寻求庇护非法的移民认为办奥运其实是借口。Il n'y a pas d'étrangers ici à Paris, c'est ce que je pense. Sinon, il y a les gens qui ont accusé aujourd'hui, c'est à cause des Olympiques. Ce que moi je pense, c'est pas olympique. Il n'y a pas de nous les Africains noirs pour rester dans les Paris。法新社报道指出，进前奥运原来有逼迁计算人口的例，像2008北京奥运加2016里约奥运进前，中国甲巴西政府都伫开幕前进行大规模逼迁行动。法国80外主权团体伫2月联名发表公开批，指控这是奥运奖牌另外一个黑暗面。公司新闻4+0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拜四暗时8点外，国道1号十字高架有一台轿车驶到堤顶出口的时，家己冲去弄护栏，规台车全并落去基隆河。张中道甲车吊起来，发现这个驾驶阁吊伫车内底，已经过身啊。工作人员有人坐抢人船，伫河边四界找，另外有人穿冲水衫落水落去找，两边斗阵找，安尼找几啊点钟了后，终于找到落水的车路。这台落去水内底黑色轿车，和大型吊车吊去国道高架桥顶面，沿过轿车拢密密麻麻。头前司机的椅仔围绕一10多人坐伫遐，已经明显死亡了。吊上来的时候，那车体的受力是蛮严重，那有蛮严重的变形，就是驾驶室有溃缩的状况，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将那个车体去做破坏，才把患者救出来。这事故是32岁四川死者，28暗时8点外开伫个十字架5股的高架桥，开到国一高架北向19公里，伫堤顶出口10度失去控制，弄到分界岛，冲过河南，连人险车对6站楼悬的高架桥顶落去基隆河，家属2到早起到现场，真着急等待，经过指定了后，确认这开车的人就是一名无转来失去联络的亲人。车辆于13时19分吊挂上国道主线，现在有一名男子明显死亡于驾驶座，经家属现场指认为32岁蔡姓男子，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死者平常时是台北新竹两边通勤，当时对新竹下班，正要转去厝的，那并车落去，是车辆故障、超速开车、疲劳开车、身体出状况，也是有其他原因，这拢有待检方来小验，加相关单位调查。不过，先排除人这方面的因素，这个路段设计是毋是有什么缺失？或许有更多资料部分那配合相关的调查单位再研议进一步的强化措施。虽然高公局讲初步认定相关的指引甲照明灯光这方面拢按照标准来设置，只是来配合相关单位调查，来研议是毋是有什么所在会使做更加好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运动的风气伫国内真普遍，袂少人拢介意骑铁马。国内道业者创立网络平台，分享脚踏车的相关资讯。台九台青春爱的网下暗7点半，带乡亲来看这款骑铁马文化，嘛会当拼出台湾精神。脚踏车伫山林来来去去，其实挑战无共的路况。即马国内运动风气是愈来愈兴，民众嘛开始投入脚踏车的运动，互民众会当出来室外，有铁马环岛，嘛有公路竞速。亲像即阵越野脚踏车的优质，除了交流车辆专业的知识，更较重要的是要家己开出越野的路线。咱3、4、5个人有甲交起来，钱设入石头里面，等下脚踏车落来的时阵
较袂骨。不管是你的视觉，不管是你的身躯，去感受到迄个路面的迄个震动，哦，甚至阮的飞跳，互你感觉一直徛袂先啊。脚踏车运动的风潮兴起来，嘛产生脚踏车的网络媒体，就亲像行啊考车，原底是一间贸易公司，发现脚踏车产业之间的资源其实是会当互相补助，所以头家多挂业务创立媒体，报道体卖趋势甲活动。因为做贸易商的人，常常拢会熟悉迄奇奇怪怪的朋友。这群人常常伫 complain 的物件，其实只要右手的人在抱怨的事情，左手的人明明有一些资源可以去帮忙，但是他们就常常会串不起来。行啊考车协助扩大品牌之间综合的效益，让台湾的自行车在国际上更较有竞争力。现在伫街头巷尾脚踏车店，是见证台湾发展的历史。一台老车承载一段温暖的故事，这嘛是这个店头家唔敢放手的原因。哦，暂时安尼拍，吼。如果你头前的咱去行伊还是快的，没事，伊使装油的。足侪人可以来讲，头家我即摆歹去，我规个地图翻开拢无空面车店，一只车我顶下阁有一个人可以对北投拖到遮来，吼，啊嘛对市政府再阁送过来，吼，一路一直送，吼。两辆的脚踏车承载真侪台湾人青春的梦想，嘛骑出人生的精彩。行啊考车串联产业的资源，让脚踏车研发制造会当更较创新。嘛因为有这个爱车的人，台湾会继续打拼出家己体美的精神。记者陈孝定、吴一修台北报道。全国大专校园语文竞赛将办颁奖典礼，今年拢总有56间学校140个人参加比赛。分做华语、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分组拼关家。教育部为着要鼓励少年囡仔讲母语，这前3名唔有奖金，嘛会当去公视台语台、客家台和原民台实习，希望把本土语言传承落去。闽南语演说第1名，国立台南大学陈伟汉，恭喜得奖！全国大专校园语文竞赛前3名的学生上台接受颁奖。比赛伫3月初10比赛日9办颁奖典礼。比赛项目以华语、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分组静态的作文和动态的演说。其中摕到台语演说第1名的选手分享讲，因为比赛前30分钟才知影题目，要准备是真无简单，就要对生活中的大细项代志去累积家己的思考。平常时看一寡，比如讲是台语的新闻，因为像最近有一寡议题啊，亲像咱之前有一寡选举的文化，伫即摆咱的就是大专的语文比赛时阵嘛是有出。大专校园语文竞赛是以即时演说的形式，选手要准备5至6分钟的内容。台语演说第2名的同学表示，伊认为伫咧演说当中加入家己的故事，准备起来毋但较轻松，嘛较有特色，较会感动人。进前我会发觉我家己咧准备，可能有时阵咧讲的时阵较无法度互人感觉有感情，所以我后来有试看卖家己的故事甲经验摕出来，和大家咧讲的时阵，家己嘛较讲了较顺啦。今年比赛选手来自全国56间大专校园，拢总142位选手来拼关家，最后竟共是60位学生摕到名次。教育部表示真欢喜有遮侪学生来报名比赛，嘛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族语的岛屿嘛，所以不管是闽、客、原，甚至也还有新住民国语。那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立基点上，我们都希望共存共荣。教育部为着要鼓励少年家讲母语，前3名的学生除了有奖金，嘛有优先到公视台语台、客家台和原民台实习工作的机会，希望会当互本土语言有继续生产创作的生命力。记者卢尚如、王兴中桃园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
大多地区17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